今日係一條我想做好耐嘅搖搖招式教學，嚟自日本冠軍 Ryuichi Nakamura 嘅過臂雙三角。咁大家可以睇下我嘅示範先。咁呢個招式一開始呢，我哋要掉一個上手指公嘅登陸月球，而右手食指同中指就要翹一下繩，然後搖搖連埋個結構，逆時針兜過右手，左手食指 undercut 綁住中指嘅嗰一條繩。下一步就要鬆開左手手指公勾住嗰條繩，然後左手食指順勢拉住條繩，逆時針帶動繩圈，記得捉實繩圈啦。繩圈繞到右面嘅時候，將搖搖同成個繩圈結構提起，等佢凌空，唔好俾繩圈繞太多，大概就好似畫面顯示咁樣就最好啦。提起之後，右手手臂將紅色線顯示嘅繩圈撞向左面，左手食指勾住藍色顯示嘅繩圈拉向右後方，搖搖要跌落去紅色圈靠後面嗰一邊，咁就成功㗎啦。出返去嘅方法就有好多，之後交俾大家慢慢探索落去啦。幫到你嘅話，不妨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朋友一齊挑戰下啦。